减碳是全球性的议题，而且有关台湾未来发展，国立成功大学开了10档的时间研究开发，做出全国第一座负碳排的示范工厂。这套技术会当将二氧化碳成为有效的工业原料。24日，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回来到台南参加负碳排示范工厂的启用典礼。3、2、1，请揭牌！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成功启动。回到母校，见证全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的成立。那这个呢，也代表了台湾迈向2050碳中和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啦。那我要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感谢大家的努力，也要特别祝福我们的工厂今天这个算是开工嘛还是典礼顺利未来的运作圆满成功在台湾迈向碳中和的路途上面扮演最关键的力量。对于碳排的减少，不仅是台湾，不仅是台南，是所有国家全球面临的严肃课题，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负碳排实验工厂的一个目的。所以很期待，也很感谢成大以及所有的在台前这些企业，大家所做的努力，还有包括中研院廖院长大家所做的这个贡献，也让台湾早日朝向低碳岛的目标迈进。由国立成功大学主导建立的负碳排示范工厂，研究出会当将 CO2 捕捉纯化，再将纯化后的 CO2 原化再利用，未来将伫咧中油、中钢、台电、台塑等碳排大户建地。展示在各位面前的心血结晶，其实也是成大90年来基因不变化的再一次发挥。超过10年以上默默的研发、超前部署的负碳排示范工厂，将 CO2 资源化。不仅可以达到大规模减碳目标，也能够落实风光绿电储能，实现再生能源稳定供电。与台电公司所发展的杨董事长这边的努力 ，P2G、G2P 的技术不谋而合。这个试验场域更期待未来能够跟扩大所有今天在座的各大企业好朋友，规划负碳排的合作，协助南部产业的聚落发展，跟减碳绿能的基础建设，加速国家规模的绿色转型计划，共同创造台湾循环永续绿色制造的竞争优势。成大校长苏慧珍表示，全球至少有127个国家、524个城市宣誓2050碳中和气候愿景。这个由成功大学主导建立的负碳排示范工厂，会当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实现环境永续的目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